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學會》。今日民主我來教大家做料理，我來做兩個豬皮鳳梨炒木米，也就是豬肺鳳梨炒木耳。豬皮耶，豬肺，觀眾朋友，你有做過嗎？我們來看看怎麼做吧。鳳梨呢，就是我們的石頭，這個鳳梨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客家單字哦，就是鳳梨，鳳梨就是叫做鳳梨，鳳梨。鳳梨呢，其實在我們的台灣嘅南部吼，第一個高雄啊，第一個手材吼，這邊的出產的鳳梨非常的好吃哦。就是要先把我們的薑這個木耳的地方呢，一起先把它爆香。現在我們把我們的豬肺放下去炒嘍。這一道菜啊，其實是客家的經典名菜。待會呢，我要加鳳梨下去，讓它有點酸酸甜甜的。還有重點呢，就是要加這個醋。醋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詞哦，就是叫做蒜絲，蒜絲。哇哦，已經 OK 了，我們可以來盛盤嘍。好，今天我們做這一道呢，鳳梨又有木耳又有豬肺，你敢吃豬肺嗎？敢吃那一道哦。好，先請你來品嘗看看，什麼味道？很好吃。真的嗎？剛好也是我要邀請你教觀眾朋友一起講這句話，就是鳳梨炒木耳很適合夏天吃，就是鳳梨炒木米。鳳梨炒木米，凍合式。凍合式，熱天式，熱天式，對，就是鳳梨炒木米凍合式熱天式。鳳梨炒木米凍合式熱天式，講得很好哎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夏天的時候你喜歡吃什麼來消暑解熱呢？今天這一道鳳梨炒木耳就是很好的選擇哦。一起來複習一下今天學到新的詞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鳳梨，鳳梨。鳳梨，第二個呢就是醋，蒜絲，蒜絲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，來看到這句話就是鳳梨炒木耳很適合夏天吃，鳳梨炒木米凍合式熱天式，鳳梨炒木米凍合式熱天式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要多多練習嘍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